大家好，我係耶穌會嘅黃錦文神父。我喺讀碩士期間咧，我就進鐸啦嚇。咁啊，公元2000年9月9號嘅進鐸之後咧，就我開始做一啲喺堂區開彌撒，做啲牧民工作，同埋繼續讀書咁樣樣咧。咁我亦都好順利咧，完成咗我嗰個博士論文，考試好順利咁通過咗，攞到學位。咁於是我就開始教書啦。咁我一開始教書嗰陣時咧，我同時喺聖依納爵堂嘅咧做主任司鐸，因為咧唔夠人手啊，咁係好吃力嘅。一方面咧，我又要照顧嗰啲望會生啦，嗰陣時亦都要管理個堂區啦，同埋亦都要喺修院教書啦，咁校期亦都要喺台灣教書咧。我一個學期喺香港教，一個學期喺台灣教。咁但係因為嗰陣時都比較年輕一啲啦，即係比較有精力咧，咁所以雖然工作真係好多咧，同埋喺香港台灣之間走嚟走去咧，咁但係反而我覺得好開心啊，因為咧個經驗好豐富啊嘛，同埋咧去咗台灣有另一個完全唔同嘅環境嚟嘅，咁我每一次都好開心啊！去到台灣又經驗一個新嘅文化啦，有不同嘅學生啊咁樣嚇，係好忙，但係忙得好開心嘅嚇。咁後來咧就1年半之後咧，我就嗰個堂區工作咧，我就交翻俾修會啦，修會由另一個兄弟去做咧，即係有人接班啦。咁嗰10年時間咧，大概都係咁樣度過嘅。咁其實嗰10年時間咧，裏邊咧就係為我嚟講都係個經驗好深刻嘅，因為我喺不斷咁樣教學生嘅過程裏邊咧，我對神學多咗好多好深度嘅反省啊。因為真係教學相長啦，教嗰時我要備課，同埋喺教學生過程裏邊有學生嘅問題咧，我一路學緊啊。其實我覺得自己都係一個學生嚟嘅，我喺同學生嘅分享過程咧，我自己又做另一個學生，咁我自己覺得好開心咯，所以教神學為我嚟講係一個好開心嘅嘢嚟嘅，我覺得好適合我嘅工作，咁學生亦都覺得好開心，即係大家我同學生相處得好好，佢又覺得咧即係幫到佢哋嘅，咁所以我好感恩啦，因為修會派遣咗一個我都能夠發揮到我自己所長嘅一個工作。